珠海買樓唔好再踩坑啦！以下呢5種物業咧，差天共地啊，買錯隨時蝕大底啊！打算喺珠海買樓嘅香港街坊咧，即刻停手，唔好亂買啊！好多港人朋友過嚟珠海、中山睇樓，根本分唔清商品房、公寓、回遷房、商改住、小產權，急急腳就落訂，隨時幾十萬嘅港紙咧，直接蒸發啊！好似賭錢落鹹水海咁樣啊！咁今日幫大家用最淺白嘅大白話啦，講清楚呢5種樓嘅最大區別，一目了然啊！第一種，70年產權嘅住宅商品房，自住、結婚、湊仔首選最穩陣，正宗嘅國有住宅地，正規嘅商品房，首付門檻低啦，銀行利息最抵啦，可以落戶，讀公立嘅學位，手續齊全，日後想換樓轉手出售都好方便。無論係自己住、帶小朋友讀書、長期定居，直接揀呢一款咧就最啱噶啦。第2同第3種嘅話咧，就係40年、50年嘅商業公寓、商改住，只適合純收租投資，屬於商業用地，唔係住宅啊。硬性嘅規定咧，以前係首付要50%嘅，咁而家因為賣得唔好啦，就首付30%嘅。咁水電嘅收費咧，全部都係按商業價，日後嘅開支更貴啊！基本上咧係普通住宅嘅2倍啊！唔可以落戶，冇公立嘅學位，最大嘅問題係後續難轉手，交易稅費極高。Alex 真心講一句啊，除咗市中心極旺嘅地段，純粹想收租保值，否則千祈唔好亂掂啊！第4個就係回遷房啦。70年產權，但隱藏嘅風險極多啊！雖然同樣都係70年產權嘅住宅，但係交易咧有嚴格嘅年限限制，好容易出現產權爭拗、業權糾紛。銀行貸款嘅門檻超級高，好多咧都唔批貸款嘅。香港朋友買樓絕對唔建議搏啊！第5個小產權房，100%要避雷啊！千祈唔好掂，呢一個係重點嘅警告。喺村集體土地上面冇官方正規嘅房產證，唔可以銀行按揭，唔可以合法過戶，完全唔受國家嘅法律保護啊！萬一遇到徵地拆遷，隨時1分補償咧都攞唔到，買咗就係得一張白紙協議，所有嘅風險咧都要自己孭啊！咁舉一個真實嘅例子，100萬預算買珠海樓。買商品房就等於完整嘅合法業權加學位加落戶權益，安居樂業。買小產權就等於得一張冇保障嘅協議，隨時血本無歸啊！咁送俾香港朋友3句真心嘅買樓忠告：第一點，打算自住一家人定居，小朋友讀書落戶，淨係需要睇70年嘅住宅商品房，貴少少，但係咧絕對穩陣，零隱藏風險啊！第2，純粹投資。淨係想收租，只考慮珠海、中山市中心核心嘅地段公寓，提前計好租金回報率，受日後難轉手嘅短板咧，先考慮入手。第3，見到市面上超平到離譜嘅房源咧，即刻要問3個問題：可唔可以做銀行嘅貸款？有冇房產證？可唔可以合法過戶？可唔可以落戶讀書？有一個答唔到，即刻走人啊！買樓從來冇平靚正嘅天上大餅，其實買樓買嘅從來都唔係鋼筋水泥，係背後合法、完整、有保障嘅業權同生活權益。各位睇過樓、買過樓嘅香港街坊，你哋睇樓期間有冇俾公寓、小產權踩過坑呢？評論區分享下經歷，等更多人避坑啊！我係 Alex， 一個敢講真話嘅地產博主，專門幫港澳朋友避開中山、珠海買樓嘅所有坑。想知更多真實嘅樓市內幕，記得 follow me 啦！咁今期節目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